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雲林虎尾中原文化節正式來起工。除了遵循着傳統的祭典，嘛融入着普渡、冰雕等等創新的元素，展現着虎尾中原文化的多元特色。虎尾中原普渡有真久的歷史，八大普渡區嘛各自無同款的特色，包括特色肉山、冰雕技術等等，歡迎民眾來這鬥熱鬧。希望各位全國的好朋友來咱虎尾鎮哦，參加在中原普渡，然後17月15號就是咱迄個嘉年華會吼。今年中原文化節會舉辦到舊曆7月底，在咧舊曆7月15中元節迄天，電工所賣鬥大音樂、美食市集來舉辦賀歲晚會。我們的活動非常的多元，而且內容非常的豐富哦。虎尾電工所甲八大普渡區舊年嘛提報，虎尾中原普渡要登錄做無形的文化資產，即馬縣府當地咧做相關審查，希望保存地方100年的文化記憶，和中原文化繼續傳承落去。